新采市来看台中市南屯文心南路瓦近台中泽温丰乐公园站附近一个工地，发生吊车的吊拐对厝顶落来，去焊着大河经过的泽温，有8个乘客受伤哦。有一个查某民众互救出来时，都无喘气咯。没有啦，他那个施工的那个，他不知道是什么音架什么倒塌整个轨上有没有？对啊，然后那个列车长他距离太近，时间反应都来不及了。对啊。哦，那你当时坐着还站着？坐着。哦，他为什么会受伤啊？就是撞击啊，他东西都那个4分5裂的啊。对于监视器的画面哦，会当看到讲吊车的吊拐对31站楼悬落落来，去焊着当时驶经过的泽温。台中市消防局表示讲，在中昼12点半左右，因接到报案，就赶紧去抢救，有8个民众受伤，大部分拢是轻伤哦。也毋过有一个70岁的查某民众，伫现场救出来时就无喘气咯，送病院嘛救无回来。